继续要来看的是台南永康的青年农民办理着食米课程，让小学生了解稻米的生态。学生囡仔嘛用牧草来做稻草人来赶鸟仔，保护辛苦栽种的稻仔。 稻米田已经会当看到稻穗，只要等到6月就会当来采收。这是永康青农陈建中和张岩勇为着要让小学的囡仔来了解稻米生态，互因为保产、参干管理到收成，而且佫用米来做米食料理。带他们体验这个过程，然后也告诉他们米其实有很多的好料理。伫课程内底，互囡仔用牧草甲回收的服装来做稻草人，而且嘛向囡仔介绍古早人赶鸟仔的工具。干鸟。 那当然也有告诉他们，以前传统阿公阿嬤就会拿那个锅子出去敲锣打鼓啊，或者是做那个用冲天炮赶鸟炮。青农张岩勇讲，即摆囡仔拢唔知影米的由来，而且食食的习惯改变，有当时敢若食素食、胖面条，真罕呢食到米。透过课程的介绍甲体验，互囡仔会当了解米食料理的变化，互因更较爱食米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